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愿意舍身救人。朱哥哥，你答应过我，你不会伤害龙小弟的。我并没有想要杀他，我以为你落在他的手里，所以在这花叶上下了毒，想让他受伤中毒，不得不放了你。那现在解药呢？只要他放我们平安离开，我自会交出解药。你没事？朕穿了你给的金蚕背心。一欢，你之前去哪儿了？我们都快担心死你了。我之前出宫了一趟，遇到了樊姐姐，我才知道你们在宫里有危险。我这次回来是跟你们同生共死的。大师兄，左额图不见了。一欢，你不该回来的。康熙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我们逃不出去了。龙小弟，你真的要把我们全都杀了吗？太皇太后下了懿旨，要将你们这些反党一网打尽。好，我不求你放了我们，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：杀了我，亲手杀了我。李公公，扶着他，扶着，别白费功夫了，你们逃不出去的。朱思轩、李易欢、雪倾城，尔等已是笼中困兽，不要再负隅顽抗了。若是你们肯归降于朕，朕保证既往不咎。皇上，还是让奴才把这帮朱明联盟的余孽全部拿下吧。退下。这朱思轩、李易欢、雪倾城，你们都听好了。你们虽然是前明的余孽，但是你们屡次救了朕的性命。如果朕现在就杀了你们，你们一定会认为朕是一个无情无义、残忍嗜杀的暴君。所以，朕决定给你们一个机会。龙小弟，你是说你要放了我们吗？如果你们觉得朕是一个好皇帝，能够造福百姓，那朕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，辅佐朕，打造一个太平盛世。如果你们不愿意留下来，那朕也会放你们归去。玄烨，今日你假作大度的放了我们，不过是想兵不血刃的瓦解我们朱明联盟，然后再逐个剿灭我们。朱思轩，你不要曲解了朕的一番苦心。你若是执迷不悟的话，只怕是江山未复身先死。你们要是不想留下，那朕可以放你们出宫。但是出了宫门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就再也不是朕的朋友，而是我大清的敌人。玄烨，今日你放了我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你不是说过吗？说朕胸怀宽广，能容常人之不能容。朕和你一样，恩怨分明。你们屡次救过朕的性命，朕受了你们的恩惠，放你们出宫，也算是还了这份情谊。朱哥哥，李公公中了你的毒液镖，把解药分他一份吧，不要滥杀无辜。好。皇上，您受伤了没有？这药奴才先试试，如果有效果的话，奴才就给您留着。朕没事，朕有金蚕背心。李德福，你刚刚肯挺身救朕，也不枉朕赦了你2次大罪。奴才誓死效忠皇上。所图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放李易欢、朱慈轩、雪倾城3人出宫，3日之内不得追捕。3日之后，
他们就是朕的敌人，一经发现，立即捕杀，绝不留情。奴才遵旨。你们听到了吗？放他们出宫。现在是走是留？一环，跟我走吧。都下去吧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程的路，看繁花丛，绽放百世的光速，绽放百世的光速。皇上，你可是一国之君啊，为何置大清安危不顾啊？皇祖母，孙儿并没有置大清的安危于不顾。你明明已经是放虎归山了。皇祖母，朱仁义，朱新南，朱思轩是一个难得的文武全才，若是能为我大清所用，那将是我大清之福。他若是不臣服呢？那朕就拔了他的牙，剪了他的爪。一只没了牙和爪的老虎，也就不足为虑了。他是前明的太子，只有收服了他，才能算真正的收服了人心。崴心决落时，才算是真正坐稳了江山。真是深谋远虑呀！皇祖母都不如你呀！这呆若木鸡散的药效总算是过去了。小师妹进宫都2个多时辰了，他和大师兄雪师姐怎么还没出来？不会是遇到什么意外了吧？不行，我去救他们。哎，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，这药效刚刚才过，至少还要过一会儿，我们才能行动自如呢。樊师姐，我能拜托你一件事情吗？什么事啊？我带小师妹私奔的事情，还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，行吗？我其实刚才就是一时糊涂了。我现在已经看清楚小师妹对大师兄的情谊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胡思乱想了。放心吧，我也不想破坏你和大师兄之间的情分。再说，我和吴应奇的事情，你也一直在师父面前帮我说话，我心里也很感激。樊师姐别这么说，我们10姐弟从小一同长大，虽然不是亲姐弟，却胜似亲姐弟，彼此照应也是应该的。
大师兄，全世界，小师妹，你们总算脱险了，刚刚把我和叶师弟都给急坏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离开这儿，上车再说吧。好。驾！康熙就这么放了你们？他的这份胸怀气度，确实令人钦佩。他不过是在效仿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策略，要杀了我们几个容易，但若能收服我们的心，他们大清才算是坐稳了这江山。大师兄说的对，我们不能被康熙的小把戏所迷惑。小师妹，你怎么了？看上去心事重重的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，咱们苦心经营了这么久，全都白费了。欢梅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今天能最后决定跟我走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希望你接下来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回到之前的样子。撤！这个泉水山庄也是我们的据点吗？不错，幸好我们在京郊的香山脚下还备下了这么一处据点。这是大明最后一个皇帝，大明最后一个皇后之灵位，这是你母亲的灵位，而其他这些，都是我大明的重臣义士。有的是为了保护当年还是婴儿的你被清军所追杀，有的是为了光复我大明所牺牲的将士。欢儿，如果他们在九泉之下知道了当年自己用性命换下来的大明后人，不但不想着为他们报仇雪恨，还爱上了他们最大的仇人大清的皇帝，你说他们在九泉之下能瞑目吗？靖王，不要生气了，欢儿也不是有心背叛我们的，只是不知不觉中了康熙的诡计，被他的虚情假意所迷惑了。欢儿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帝王的情爱和仁义呢？这是人间最虚幻的东西。好在欢儿已经离开了紫禁城，再也见不到康熙了，他慢慢会醒过来的。好，欢儿，你现在就当着诸位师长的面发下毒誓，从此再也不要理康熙，再也不要对他动心，跟他一刀两断，势不两立。否则的话，你将永堕无间地狱，永不得超生。我发不了这个誓，因为我做不到。我那样就是欺骗了各位师长，而且我也怕永堕无间地狱，不得超生。你，皇上、皇后、夫人，各位人人义士，我李定国教女无方，愧对列位。列位在九泉之下难以瞑目，我李定国如今又有何面目苟活于世上？好，我这就到九泉之下来陪伴你们。靖王，靖王，你师父！樊太医，你不要拦着我！不可呀，靖王！爹，我错了，我发誓还不行吗？不过我得换个说法，即使您不同意，你也不用去九泉之下陪他们，就让我死了，去九泉之下跟他们请罪吧。那你说来听听。各位神灵在上，各位亡灵在上，我李一欢发誓，以后我尽量不会去想他，我尽量忘了他，我尽量不见他。但是如果我实在忘不了他，
我会把它藏在我的心里的一个小角落里，不会因为它而影响到我各位师父还有亲友的情谊，也不会因为它而影响到光复大明的大业。如有为师，那就让我一辈子只能吃糠咽菜，再无福享受人间诸般美食，一辈子只能穿粗布麻衣，再也无福享受人间诸般美衣，让我变成一个丑丫头，不敢照镜子，人见人讨厌，人见人唾弃。啊！你这算什么毒誓啊？师父，这个誓言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小师妹生性贪吃臭美，这个誓言对于她来说已经比死还要毒了。义父，诸位师父，易欢虽然任性妄为，但在此类大是大非面前，绝不敢用谎言来欺瞒各位师长。更何况，情之一字，不是说有就有，说没有就没有的。易欢能立下此誓，已是真心在悔过了，还请诸位师父就原谅他吧。靖王，太子说的对，过不了些时日，花儿会把那个人忘了的。可是，他只说尽量做到，万一他要是做不到呢？爹，我这辈子最怕的不是死，我最怕的是吃不到美食，穿不到美衣，最怕的是变丑。我都发了如此毒誓了，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，那你就杀了我吧。你，靖王，我倒有一个办法，不光可以让大家放心，也可以让易欢安心，不会再胡思乱想。什么办法？既然欢儿跟太子早有婚约在先，而且他们俩也到了婚配的年龄，我们先不想光复大明之事，就先让他们早点完婚吧。哎，这倒是一个好办法。那此事就这么说定了，3日之后为太子和易欢完婚。皇上，请用茶。这茶能喝吗？啊，茶叶还没发好呢。皇上，奴婢给你换一杯吧。不用了，退下。是。你在哪儿？你可知道真正在想你，你也在想朕吗？龙小弟，我现在正在想你呢，你有在想我吗？不过以后都不能再想你了，不然我就要一辈子只能穿粗布麻衣，吃糠咽菜，变成一个连镜子都不敢照的丑丫头。老大，你真的要嫁给你的猪哥哥，从此忘了小弟吗？嘿，走开！我不要见到你！走走走，快滚！小师妹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我不会滚的。叶哥哥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说让你滚。你穿成这样，你要去干嘛呀？我是来放你走的。放我走？嗯。小师妹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不可能跟我走，
但我也知道，你其实也不爱大师兄，心里并不是真的想跟他成婚，对吧？你去后门吧，我在那里给你准备了一匹快马。可是什么呀？可是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！你要是不想看到你爹自刎在你面前，你就只能悄悄逃走了。要不然，你真的嫁给大师兄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小师妹，快上马吧。小师妹，叶师弟，这么晚了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樊姐姐是你啊，吓我一跳。小师妹听说这后山有萤火虫，想让我带她来抓几只回去玩，是吧？这山上哪来的萤火虫啊？我看你是想带小师妹逃走吧？樊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走吧。小师妹啊，不是我不想让你逃，大师傅他们早就想到你可能要逃婚了，所以特地派我来盯着你呢。樊师姐，你和吴英奇也是相爱不能相守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就放小师妹走吧。小师妹，虽然从小我爹就偏爱你，让我心里一直耿耿于怀，但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一样疼爱，也希望你能够幸福。你走吧，只是现在别骑马，以免惊动了师傅们。等走远一些再上马吧。樊姐姐，谢谢你。走吧。小师妹，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你快走吧，万一被大师傅、大师兄发现了，那我们就惨了。好。你们早就被发现了。朱哥哥，叶师弟，你对易欢可真是上心了，居然帮他逃婚。朱哥哥，你别误会，不是他放我走的，是我逼着他让他放我走的。你就真的这么讨厌我吗？朱哥哥，我不讨厌，相反，我很喜欢你。可是我对你的喜欢跟对龙小弟的喜欢是不一样的。你知道的，我从小最讨厌的就是让自己做勉强的事情。我知道我不能嫁给龙小弟，但是我又不想违心嫁给你。对不起啊，朱哥哥。大师兄，我不是想和你抢易欢，因为我知道，其实，在易欢的心里，我的地位跟你比差远了。我只是不想易欢嫁给他不想嫁的人，因为那样他不会幸福。朱哥哥，你现在既然已经知道我要逃跑了，我跟你回去，你能不能别怪罪叶哥哥？真的，我说到做到。我答应你回去以后，我再也不逃跑了。但你千万别告诉我爹还有师傅们，不然的话，叶哥哥肯定会被重重责罚的。不，我不能答应你。为什么呀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等你吗？暗中监视我，防止我逃跑。原来朱哥哥在你心里就是这样一个不顾及你的感受，只知道禁锢你、逼迫你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放我走？是，我本想悄悄放你走，但没想到被叶师弟抢先一步。大师兄，你真的肯放易欢走啊？你明明可以和他成亲的。你喜欢易欢，希望她幸福，而我比你更爱她，难道我就不希望让她幸福，不能成全她吗？欢梅，你我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更有婚约在前，所以你在我的心里一直是我的太子妃，谁也抢不走。但是我答应过你，
要让你幸福，绝对不会勉强你。我喜欢的是那个无忧无虑、活泼快乐的欢美。我不想看到你整日愁眉不展，心情抑郁。朱哥哥，我只想最后再问你一句：我跟你10多年青梅竹马，真的比不过你跟康熙相处大半年的时光吗？在你心里，你真的从未爱过我吗？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我会尽力让你这辈子幸福快乐。朱哥哥，其实你在我心里的分量是很重的，你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人，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兄妹之情，无法变成男女之爱。我这次逃走不是为了去找龙小弟，我跟他是不可能的，我不可能嫁给他。我只是觉得成亲是这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既然没有办法对你一心一意，那我就不能嫁给你，也不能做你的妻子，那样对我们都不负责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给你准备了一匹马，还有一包你最爱吃的零食，包里面还有一些银两。你走吧。朱哥哥，谢谢你。朱哥哥，樊姐姐，叶哥哥，保重。小师妹，你也多保重。有什么问题，随时就回来找我们吧。驾！驾！驾！你真可怜，你不仅失去了你的江山，连你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，你就是一个懦夫！